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东部成立后援会，讲要来推动东部地区内外部的交通建设。伊嘛讲，其实这个东部呢嘛是前线，所以呼吁大家着爱来守护民主甲自由。也那民众党的郭文铁，伊是伫北部咧走行程，伊批评讲，这个新北市互全国6岁以下的囡仔来做检验，恐惊会引起大家惊吓。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7到花东成立新来台湾之友会，会场拢是支持的民众，来增加立场的赖清德来握手。赖清德的总统参选之路正是伫东部，国民党比民进党较侪政党困难的选区来铺路。赖清德向东部的民众提出具体政策，会继续加强建设对外陆空交通、对内便捷运输系统加通讯的网络，将发导引进产业来兴旺花东。捷运化的公共运输系统，车班密。 准时，但是要转折。数位化时代的来临，我们台东的通信建设一定要摆在优先的地位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是伫北部走行程，支持共党的少年立委参选人林进川为大家来服务。不过郭文铁对也伫继续争议中的新北幼儿园饲药的事件，爱新北市政府赶紧找出真相。更加直接讲反对新北市宣布全国6岁幼儿采检的政策伤过含糊，而且就更加做惊吓。 幼稚园学生呢，要做什么普筛，这个我一定反对的，这个没有必要的，这个反而造成更多的恐慌，那这个 ridiculous 的，那这个，我讲，人家说你要选总统，不要随便骂人，可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有的事情都是太离谱啊。甲民进党以及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做些活动来比较，含入幼儿园饲药案件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7无参加新北市政府的说明记者会，也无安排公开行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